應當曉了八戒明體，次方汝等一一受之。言此八戒，名曰八關齋。稱自己名，往昔所造諸惡業，往昔所造諸惡業，皆由無始貪嗔癡，皆由無始貪嗔癡。我某甲歸依佛，我某甲歸依佛，歸依法，歸依法，歸依僧，歸依僧，一日一夜一日一夜為淨行優婆塞，優婆夷。為淨行優婆夷。恭喜大家得受上品戒。阿彌陀佛。將呢一個大道場八關齋戒成個戒會打成變成有6個小道場。第一年嘅修行計劃正式開始。類似修行規劃係希望你而家未規劃唔緊要，至少你由而家開始誦經啱，誦經誦得多好，但係誦經之餘，你真係要將經裏邊嘅嗰啲教理要去行出嚟。我哋念佛呢，係應該用個腦去念㗎，唔係用個嘴啊。